各位家長你好，呢度係語文會教育，呢條片會為你詳細介紹 GAPSK 幼稚園中級普通話水平考試2026年嘅考試重點同埋備試技巧，令小朋友輕鬆起步，一次過關。語文會教育獲得官方肯定，先後榮獲最佳培訓機構以及最佳指導獎等等嘅殊榮。培訓老師亦都獲得國家語委評定嘅普通話一級乙等。語文會教育多年專注兒童普通話教育，一直同本港學校同家長緊密合作，幫助學生取得優良成績，係家長放心選擇嘅專業普通話培訓夥伴。GAPSK 幼稚園中級普通話水平考試主要適合幼稚園低班至高班嘅小朋友。考試分為3部分，分別係聆聽、說話同朗讀，係小朋友從聽說邁向讀寫嘅重要一步。根據2026年嘅官方考試範圍，下面係幾類常見題型嘅示例。聆聽選擇正確答案，老師會問哪張圖是弟弟過生日？小朋友需要喺 A、B 圖入面選出正確答案，並將小星星貼喺方格入面。聆聽指令再行動，老師會講請你將梨塗上黃色，小朋友需要將顏色塗喺相應位置上。回答問題，老師會問用什麼來燒烤食物？小朋友可以回答火。看圖回答問題，老師根據圖片問誰在跑步？小朋友看圖回答小兔。朗讀句子，小朋友需要朗讀句子，例如我的家很可愛。自我介紹，小朋友可以參照範例預備自我介紹。語文會教育按照官方2026年考試範圍設計課程，每堂都配合輕鬆有趣嘅活動同遊戲，俾小朋友喺玩樂中熟習考試流程。如果你希望你嘅小朋友喺2026年 GAPSK 中級普通話水平考試入面輕鬆取得好成績，歡迎立即聯絡語文會教育，為你嘅小朋友預約評估同埋報讀課程，同我哋一齊為小朋友嘅普通話能力打好第一個重要嘅基礎。